苏小姐，顾总爱吃什么？他爱吃米其林餐厅里面的牛排。贺小姐，我们今天来教你做这个菜。我花钱到这儿来不是学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的，我要学你最拿手的菜——融雪牛排。贺小姐，你想做菜做得好，一定要真正投入到每一道菜，相信你会从中得到很多的乐趣。大厨，我想你可能不太明白，我家里有佣人，这些可以交给佣人做，我只要学怎么做牛排就可以了。可是你好多基础都不知道。大厨，我花钱请你来不是听你说教的，我要学牛排。我们现在可以开始了吗？好吧，那我现在教你怎么做牛排。怎么了？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，谁欺负你了？也不算是欺负吧，我的好日子可能要到头了。好日子到头了，怎么回事啊？你工作不是好好的吗？快要失业了吧？失业？你开玩笑吧？什么情况？就是说以前坐我位置的那个女人回来了，我可能要把位置让给她。凭什么呀？哦，他以为他谁啊？哦，他回来就让你给他让位置？你老板没什么话讲？妍希，做人不能太软弱了。当初他离开又不是你的原因，啊，现在他回来了，让你给他让位子，哪有这样的事儿啊？我知道一句话，能者居上，我相信你不比他差。让你让位子。对了，你老板不会是和他有一腿吧？这个我不知道，不过他们两人之间有合同啊。合同？人都走了，还有什么合同啊？唉，反正一句半句说不清楚，有时间我再跟你说吧。反正我要是失业的话，就找你蹭饭喽。你呀，不管你有工作没工作，我都会请你吃饭的。哎，对了，我知道新开的一家店，一会儿我们去吃好不好？好啊。棒棒的，我最喜欢美食了，么么哒。大厨，味道怎么样？不错。贺小姐，你虽然来学习的时间不长，但是很有悟性。这个牛排已经做得非常出色了。我从小学东西就很快，小小的牛排怎么可能难倒我？虽然你的技巧已经有掌握，火候也把握得很好，但是有一点你还是要注意：烹饪的真谛，不光是让人得到生理上的享受，更重要的是让人得到心理上的满足。只有你真心的想给一个人做好的食物，任何一种食材，你都会让它变得美味。说的好像很有道理，但这些话对我来说都是废话。我只要知道怎么让牛排变得美味就好。哥，怎么好久不见你来了？这是忙什么呢？也没忙什么，就是觉得老这么玩也没意思了。这结婚跟不结婚就是不一样哈。哥，你是不是有啥烦心事儿？看你怎么好像不太高兴。你连女朋友都没有，跟你说了也是白说。这一点我还是有自信的。你别看我没女朋友啊，有些事情啊，你们未必有我懂得多。不信你说来听听，我帮你分析分析。真的？真的。哎呀，我就觉得这个女人啊变得太快了，这翻脸就跟翻书一样。
女人那便是好事啊，一成不变，墨守成规，那有什么意思啊？可是他不是变好啊，他是变坏啊。变坏？嗯，有多坏啊？他勾引男人了？那倒没有，他敢。那就没事儿，这只要不触碰这个底线，那都不算事儿。再说了，坏肯定有坏的原因，没有人无缘无故的好，也没有人无缘无故的坏，只要找到原因，那就解决了。你说的也对啊，可是他不肯跟我说，而且对我特别冷淡。那就说明啊，他没把你当成他的倾诉对象。不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的意思是，你没有给他足够的安全感，所以他觉得跟你说了也没用。如果你对他有足够的安全感，那他不就什么都跟你说了，是不是？王丽啊，进来一下。来了，跟我进去一下。这小子说的有道理。安全感。奶奶，哎，我怕你等得着急，特意给你准备了水果沙拉，你先尝一尝。苏小姐啊，真想不到，你人长得那么漂亮，还这么能干，真是太不容易了。奶奶啊，你都没有尝就夸我呀？你再等一会儿，我的拿手好菜马上就来。哎，好好好。奶奶，我回来了。回来啦！来，坐下。怎么了？今天呢，有人给我们烧好吃的。哦，贺锦熙又学新菜了。他呀，出去了，说今天晚上不回来吃饭了，甭管他。那是谁呀？苏小姐啊，今天亲自下厨露两手，你也尝尝她的手艺。他呀，他做的饭能吃吗？苏小姐的手艺肯定会不错的，你尝尝不就知道了吗？我不吃了。你干什么呀你？人家好心好意的给咱们烧菜，你怎么着也得客气点啊！人家毕竟是客人。哼，客人，您还不知道他到我们家来到底安的什么心呢？你不要以为人家对咱们好就是有所图啊！奶奶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反正我觉得他有问题。我看你是多想的。西城回来了，正好我也准备好了。奶奶，这份是你的牛排，怕你肠胃不好，所以做的7成熟。哎呀，好。妹夫，这份是你的，5成熟。哟，对我的口味挺了解嘛。怎么说话？啊，那个我是听我表妹说的。奶奶，你快尝尝吧。哎，好，尝。怎么样？哎呀，这味道真好，跟外面大厨做的没什么两样。奶奶，只要你喜欢最好。好吃你就多吃一点。哎，好。哎，吃啊！多年，妹夫，你怎么不尝一尝？吃啊！我只吃贺锦熙做的牛排。苏小姐，你别介意啊，他呀说话就是这么直，他不吃啊，我吃。哎呀，这牛排做的真好。